乡亲啊，继续来看罢免掉国民党立委徐卡新、王宏维、赖士葆的民间团体，早起一透早到台北市选委会联合送件，其中罢免掉徐卡新的连署数41201份，超过门槛的175%，暂时排全国第一。徐卡新表示尊重。 那今仔日再加上日前已经送件的罗志强甲李干秀，安尼台北市5位国民党的立委，第2阶段罢免的连署数，拢已经全部送到选委会了。台北市长周万安嘛再度来强调讲，会全力支持国民党台北市的立法委员，一定会共同努力，联手来作战。荣耀中心，铲除黑心。罢免第2阶段的连署来到最后的阶段。 罢免国民党的立委赖士葆、徐卡新加王宏维的民团联合送件，同时公布连署件数。今天这个送件啊，41201份，罢免门槛的175%。罢免徐卡新第2阶段送出41201份，突破法定的标准175%，成做全国第一。 罢免王宏维做出45888份，是台北市上济，达到标准的165%之。第7南山区罢免赖士葆也送出到34040份。我们会全力的来在这个3阶的部分来赢得我们选民对我们的支持。徐卡新表示尊重，相信民众未看唔到人。 虽然讲大家拍拼争取支持，但国民团送件时，都正拄好台北市长周万安当地楼顶致辞，感谢咧甲周万安警示，因为目前台北市拿赢5位立委，第2阶段人数拢总达到标准。台北市国民党的5位立法委员，我们一定会共同努力并肩作战。同意投起来。 刚一天早起，新北罢免洪明凯民团也送到54888份连署数，是全国行数上悬，突破安全的标准141%。罢免廖先祥也送出到36744份，得胜率来到138%。洪孟凯是全国第1高票当选的立法委员，所以他值得全国第1多的连署数。为人民把关以及监督现在的政府，这才是现在台湾主流民意需要我们做的事情。罢免团体有所准备，列为正面竞争，等待第3阶段第9对决。 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